杰、明开。明开是兄哥，明杰是小弟。明开，请问吼，你平常是学这西拉雅的主语是学偌久啊？一年的时阵就开始学。哦，对，一年就开始啊。你即马是几年啊6年。哦，6年啊。所以已经学6档啊。6档啊，你 pro 的。你咧5档。5档。所以拢是5年啊。你来学校拢是1年就开始学咧族语。哦，老师甲恁教啦。好吧，安尼是不是安尼一句一句甲阮教？我2个人学5档6档，咱一工就要共学起来。我是感觉。你敢有想较含先看？老师，你感觉我2个敢会使做恁的徒弟？会使。你想咱做，感谢师傅，感谢师傅。感谢。按照一句一句来啦，好不？马姆迪啦。马姆迪啦，安对咧念。好，咱对咧念。大。乌吉。马古德。大。阿鲁夫。伊都挂。大。夫囊。等下，安尼一直念我嘛唔知这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想讲这夫囊是什么意思啊？罗啊。哦，罗啊。哦。起拉力是安尼念吗？唔对，无标准。咱老师讲唔对。明开，你念一解互我听。吉。拉力。所以吉拉力是这个穿山甲。哦，原来是这意思。好，安尼咱无咱4个做伙念，老师念较大声，咱对咧念，没问题。较紧的安尼。我2个来试看卖。好，开始。马姆迪拉大乌吉。马古德大阿鲁夫。伊都挂大夫囊吉拉。美丽山里这首歌就是在咱讲，伫这足水的山内底，其实有带足个动物，亲像山狗啊、腊里、鸟啊，足个鱼啊，拢伫遮坐，所以咱的西拉雅的族人就是甲遮的大自然拢做真好的朋友的意思。老师，我拄仔甲阿成啊，已经学了歌词啊，即马来遮搁要做啥物咧？哦，恁已经有学过歌词啊，安尼当然是爱把咱的声音爱甲伊开嗓一下啊。我甲先抛开安尼。开始来唱歌。声的练习，声音出来，搁爱甲你的身体嘛爱动动的。爱跳舞啊吗？声音甲身体做伙来放我松啊。放我轻松啊，轻松。没问题。小朋友来示范一下，好，来。哪一个要先？就是你啦！来，找我进来。来，先找我示范一下这个动作。叮个咚。好，爱唱爱拔，嘛爱叮当哦。好，来，这位啦，预备，来。叮个咚咚咚，叮个咚咚咚，叮个咚咚咚。就困难了吧？哦，来，你这个小了，来，声音有变管了哦。来，滴个咚咚咚，滴个咚咚咚，滴个咚咚咚。来，搁一个哦，来，愈来愈快啦。阿凯。阿凯。好，来，先示范一个，来。哦，这爱细囡的无拍着，浪者。还较拍开耶，再靠再拍一空哦。阿成，这伤困难了吧？咚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咚咚。有忝。跳。阿成，我出来啊！要唱一条歌爱遮困难。哦，你唔知哦，唱歌是比较简单的哦。我感觉遮个囡仔足古锥的，就甲因算做伙，就做我家己就好啊。我就甲因分享，因嘛甲我分享因的族语是要安怎讲哦，足趣味的。阿成，安尼咱就真正要来开始啊。当学是无偌久咧，我今日落差。
安尼，老师拜托啊，老师安尼就拜托你啊。哦，马木的拉达乌金啊，马古的达阿鲁，伊杜瓜达夫纳基拉里。Gihana Kililu Apa Kamariana Mama la Mani tata mama lu Hey hey yo Hey hey yo Mani tata mama lu Mani tata mama lu Hey hey yo Hey hey yo Mali ta ta mama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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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其实摕到迄奖状的时阵，足感动的，因为迄虽然毋是比赛啦，毋过是大家做伙，啊，家己做伙鼓励，啊，相信你会当做会到，所以真正足感动的，足感谢大家。我今日来这个木沙国小看到李娟老师咧教这母语、这族语的时阵，迄个感觉像咧中心甲这个文化亚种，啊，看这文化布演的这个过程，实在是真正足感动的。爱先恭喜阿贤甲阿文，你今日通过一关的考验。好佳哉，我看到够紧张的啊！真感谢老师的讲教。但是煞接阁有一个任务哦。可恶啊！煞来的任务是啥物啊？煞来任务就是恁爱出去到外路，看到一间教会，找阮妹妹。找你妹妹教会。所以煞来的任务就是爱去木沙的教会。家啦，好，家的教会。对。这个方向。行吧，来去吧。老师，万行来去。再来去，再会。拜拜。看这段应该是无啥物件啊，无咱行较紧，较紧。赶啥啦？我即马是咧赶火车哦。啊，这段啥物拢无啊，赶紧。少年咧，你吼目睭花啥物拢看无？哎，有影啊，你会记得啥无？导游啊，啊，唔紧扫一下。关注着伫遮，习惯爱帮咱老师做一寡食的，过来祝咱顺利啊。要做食的。做食，你晓煮菜无？小看。敢去内底？看卖啊。应该是啦吼。你感觉咱来行大路，还是？才较先有灶骹呢，若要做食，应该是爱按灶骹来。好，互你带咯。倒位啊？真神秘咧。真够奇怪的。有人啦！紧去拍招呼啦！你好。你好。你好。请问这敢有一位？做这啊，这应该是这。请问这敢有一位是迄个李娟老师的小妹？李娟。嘿。李娟老师，李娟老师敢是恁查某囝？哎是嘞。恁查某囝。所以这位是李娟老师的妈妈。啊，是你的查某囝嘞。这拄啊好哦，共一个妈妈，啊你唔着好，拄啊好，迄嘛共你的哎，就姊妹啊，对啊。啊，嘿啦，我是李娟老师的妹妹啦。啊，咱的任务。要做啥啦？我要做大佬。大佬是啥物啊？大佬麻糍，大佬是阮师奶爷的高粱。安尼，刷来就是要来。甲你学者。要做麻糍吼，伫阮部落内底、师奶爷内底，这是做传统的美食。嘿，阮妈妈因细汉的零食对无？哦，细细碗拢食这就对啦。自细汉食到大汉。对啊，但是因迄个过程足辛苦的呢。啊，要食一个这无遐简单的呢。你来看这呢吼，你甲片一下。这好有味。太无味。足香。足香对无？一个清香。哦嘿，要
这吼爱经过4-5个月才能摕到。讲这大老要种爱种4-5个月。咱一工就要随来转来，无法度甲你而且4-5个月才种呢。好啦，不要紧啦，但是吼要学进前吼，我要先带恁来认捌一下，看伊的原来的样子。一开始去到棋子老师的园仔内底，若无特别讲，唔知迄是大老，看起来有影伤烦呗。当阮甲其实老师加入伊的田的时阵，其实讲心内是真正足感动的，因为迄片田对伊来讲，那是这文化的传承，嘛是保存伊家己的细汉的记忆。你今日足幸运的呢。哈，安那老师安那讲？我甲你讲，你看我的大老大腹肚啊。对，大老个大巴肚。什么意思？安尼。伊咧抽水啊。哦。倒位啊，老师？伊的水，你也看一只。哦。你有看到无？伊的小宝宝伫咧内底。伊的小 baby 内底呢。看到。看到吼。有，安尼当时会生出来。伊差不多1-2工了，伊会抽出来，然后伊才开始开花哦，这还未的哦，伊是先有水才开花哦，这还不是花，这不是花。先抽水才开花。你也看伊啊，这个拢咧大肚子啊，滚啊。哇，所以遐拢是大巴肚的。啊，咱今仔为囡仔遐甲少年家拢有看到啊。囡仔甲少年家。囡仔遐甲少年家拢有。哦，安尼种这片大老应该嘛无简单哦。讲实在是无简单啦，因为吼。这大老伫阮过去是拢伫个厝的边啊吼，家家户户拢会种。好。嘿，啊，毋过吼，我细汉的时候还佫有看种咧。啊，渐大了吼，我感觉奇怪，阮的婆嘿拢无啊，拢走汉倒去啊。啊，是因为吼，阮婆婆甲阮妈妈，我感因做有迄种智慧的，因着吼，虽然无种，别人拢无种，啊，毋过因就是拢会种一点点啊。老种安尼，老种，啊，就逐冬拢在保种。啊，因为这吼，这大老伫以早是阮的传统的种物的，种物安尼，种物是阮的主食之一啊。稻米嘛来了，啊，稻米较好食啊。应该讲稻米较嫩，较 Q， 啊，做一种嘿啊，收成嘛较济，也是安那吼，啊，较容易种做，啊，毋过吼。大老就较无人要种啊，较罕咧种啊，啊，所以咱拢无。啊，这种的3岁高粱有乌皮的、咖啡皮的，色水佫无共。红皮嘿。啊，咱这是啥物啊？咱这是红皮。红皮好食吗？红高粱有较好食，看无较好食，见仁见智。啊，毋过伊是准备的。哦。嘿，它是糯性的，准备的，所以咱当做麻糬。啊。啊，毋过我有一个问题，是安那棋子老师你拄我遮拢无用称重的，你哪知影要掺偌济啊？我那嘿，你会知影迄长辈有一句话叫做量肌肉。量肌肉啊！安尼我是要安那？有啦，当然我用比例啦。敢有？你敢有？有啦，你是用感觉的吧？阿妈这是感觉无？阿妈我无感觉的。比例我来弄。好，你讲我讲，你去慢慢来。这，那个冷，爱弄甲伊Q 安尼。哦。逐工弄，变鸡巴生出来。伫阮部落内底，我拢叫伊漂浮麻糬啊。漂浮麻糬。哦。用蒲的？对。啊，像迄甲圆仔共款咧。系啊，啊，毋过吼，我毋是甲伊烧做圆圆哦，你烧做圆圆了吼，爱搁甲伊泡扁。黏几丸黏几丸，啊，甲伊。莫烧大丸。哦，莫烧大丸啊，莫烧糖心哦。水滚。等下落就会使啊。对。啊，伊等下会浮起来，所以阮叫伊漂浮麻糬啊。这简单。是咱两个哈，分工做。哎，正正的。哇。来了，这个有哦。来，烧来喽。搁一地。好，好，盖样都当啊。我个放心的。你甲看伊只是感觉无啥物粘性。嘿，即马盖无。嘿，啊，咱若继续煎，一袋的全部拢混在一起。嘿，拢会黏做伙啊哦。哇。这做料就搁枵，啊枵就搁做。有啊。做料就搁枵。安尼规工拢做这麻糬就好啊。你看，哎，看死会扭起。哇。你看。是毋是足 Q 的？会当扭这长的咧，甲树莲藤咧，树莲藤。哇！啊，你先吃原味。好。加香诶。有迄个大老的香味。有原本的香味，香气内底。对，啊，你会当 Q，看咱这只麻糬。无啥共。
你较有嚼劲的吼。